好，係阿明。咁今次咧就要介紹呢個頭文字 D 裏邊嘅 AE86後期改裝版啦。咁佢呢個咧就係 Dream Tomica 嘅細節。咁個引擎蓋當然就係黑色啦，同埋盞燈係有揭起嘅。咁呢度係咯上邊。咁上面個盒都有寫頭文字 D 啦，呢度係，跟住側邊都有藤原豆腐店嘅細節。咁我就揾咗之前都同大家拍片開箱過嘅頭文字 D 初期嘅86，即係白色引擎蓋，同埋嗰架係冇開燈嘅。咁我就而家擺埋上去俾大家對比下啦。係啦，咁兩代嘅86就喺度啦，一架就係有着燈，跟住後期改裝版，即係黑色引擎蓋換咗碳纖，同埋引擎嘅。咁另一架就係呢個白色引擎蓋版，冇着跳燈嘅。好，呢條片就嚟到呢度先啦，拜拜。